大家好，我係紋眉師 Gigi， 相信大家紋眉之前一定有好多疑問，究竟咩樣嘅眉型先適合自己？又或者眉毛到底可以維持幾耐？咁呢期影片我一共總結咗4個要點，幫你規避紋眉之前嘅風險。想紋眉嘅你一定要完整睇完。第一個問題，霧眉同線條眉應該點揀？首先，霧眉就好似用眉粉輕輕掃過嘅感覺，帶少少妝感，眉形輪廓更清晰，仲可以用唔同顏色做出層次同立體感，特別適合本身眉毛少或者平時化妝多嘅朋友。至於線條眉或者野生眉，就係模仿原生眉毛嘅無流感畫線，填補空隙做到根根分明，素顏出街都精神，更適合慣咗素顏嘅朋友。無論揀邊種，記得謹慎揀師傅，千祈唔好貪平。好嘅紋眉師，無論技術同用料都有保障，收費一定唔會太低。重點提示：化妝多選霧眉，素顏多選線條、野生眉，師傅優先於價格。第二個問題，紋眉之後可以維持幾耐？以前老式紋眉一味追求顏色深，色乳同工具都唔夠好，維持時間雖長，但入針皮層深。大家出面見到啲姐姐眉毛發紅，多數都係呢個原因。而家新技術就唔一樣，會按皮層結構入針，做到有效上色。加上而家嘅色乳顆粒細，上色快，滲透力強，亦都容易被身體代謝，一般維持2年左右。我個人覺得2年啱啱好，滿意就補做，唔滿意顏色自己會慢慢淡，唔使擔心。而且而家紋眉多數有後期保色調整，做之前一定要問下師傅有冇免費保色服務。重點提示：新技術維持約2年，做前必問師傅是否提供免費保色。第三個問題，眉毛濃嘅人可以紋眉嗎？呢個要分2種情況。第一種係毛髮濃，分幼完整，淨係眉形短少少，其實簡單修一修，畫2筆就好睇，唔一定需要紋。第二種係眉頭前半段濃密，但眉尾缺失，呢種情況就建議紋。重點做好眉形銜接，令整對眉適度和諧，睇落更完整。重點提示：眉濃且完整不用紋，眉濃但眉尾缺失，建議紋眉做銜接。第4個問題，唔滿意現有眉形、眉色，點樣去色？如果對而家嘅眉色、眉形唔滿意，唯一解決方法就係洗眉。而家無創洗眉技術已經好成熟，原理好簡單，用光嘅熱能分解色素，再透過毛孔代謝走，過程唔出血，冇損傷，當日就可以洗面，第2日化妝都得，好方便。不過眉底色如果好重，洗眉期就會耐少少，建議有底色嘅朋友先將底色洗淡再重新紋，否則顏色一層